我们欢迎原路跟行政有这个补充的欢迎各位菜。再亲一次，再亲一次。不要太侧了，前面。还有人没有拍到吗？左令，你都没有照顾你的左边，对。对，我刚好地震摔坏了一个，然后找回2个，很开心。然后其实我在底下，其实为超统就表演完，通常表演完就很松懈，就反而表演完更紧张。然后这样本来期待的心到最后松一口气，然后就大喊了一声脏话。对，然后我的胃就好了。对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然后我觉得这个金曲奖实在是又爱又恨。对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入围的都对自己专辑非常的用心，而且很有信心，然后却这么残忍的要这样子被评分数。然后，但是又觉得这个游戏挺好玩的，就是也不知道是谁最终会受到青睐，这样，所以就是一种上上下下的心情，这样，就是每一段的10年、20年，对我来说都有一点不太敢相信自己20年之后还站在这里，然后还可以有人愿意听我唱歌，听我说故事，被我感动。然后也为自己的人生做改变。其实我现在才知道，做表演者、做歌手的真正的热情跟乐趣是什么。所以。